小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阿峰哥哥，你不认识我了吗？我才是丹丹呀！你说什么？你才是丹丹？不是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阿峰哥哥，你可不要听他胡说八道啊！我才是丹丹呢，你的青梅竹马。你说谎！阿峰哥哥，你的右手上有一块伤疤，是小时候别的男生欺负我，你为了保护我才受伤的。你殘枝火已剩下美麗。